開始之前記得撳個 like，訂閱埋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次出片啦。睇完有咩諗法，記得留言同我哋講，分享埋俾朋友。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。現代喺2025年首爾移動展上正式發表全新 Ioniq 6同埋 Ioniq 6 N Line，外觀內裝全面升級。預告真正嘅高性能版本 Ioniq 6 N 將會喺今年7月登場，準備向電動房跑車市場下戰書。今次改款設計概念叫 Pure Flow Refined，整體線條拉得更加滑順，比例更平衡，頭尾造型亦都更加有科技感。新一代 Ioniq 6嘅車頭用上立體感更強嘅鯊魚鼻設計，車身線條向後延伸，再加埋黑色下裙邊一路拉到車門，成部車視覺上低趴又有動感。尾部最明顯變化係取消咗原本大型尾翼，改用簡潔又實用嘅一體式鴨尾。空氣力學效能照舊有保留，新款日行燈同主燈變成分離式設計，前後泵把都加咗橫向倒燈飾條，拉闊咗成部車嘅視覺比例。車廂繼續用 Mindful Cocoon 沉浸座艙概念，但無論質料定操作界面都升級晒。方向盤重新設計，門板同中控台用上更高級物料，冷氣控制屏幕仲變大咗，操作更方便，明顯係要向豪華 EV 感覺靠攏。至於 Ioniq 6 N Line 就係用嚟吸引重視型格嘅朋友，佢前後泵把用上雙翼式雕塑線條，靈感嚟自現代嘅 RN22E 性能實驗車，視覺效果超有攻擊性。側裙做咗單一強化線條，低重心效果更突出，尾部大量黑化處理，再加埋招牌 Parametric Pixel 燈組，數碼味同埋性能感兼備。雖然 N-Line 暫時未講明動力細節，但定位預期係正式 N 車之前嘅前哨版本，主打外觀凌厲有跑格，但又唔會激進到每日開都辛苦，啱晒中意型但唔一定要暴力輸出嘅用家。最令人期待嘅當然係預告中講到將喺7月發表嘅6N 版本。睇過去 RN22E 嘅資料，量產版本好大機會會有雙馬達4驅、800伏特架構、電子限滑差速器等勁料。對手劍指 Tesla Model 3 Performance、BMW i4M50呢啲級別，就要打開韓國品牌喺高性能 EV 市場嘅新局。現代今次明顯係想向市場展示，佢哋唔只得 SUV 電動化，更要喺四門房跑車呢個傳統駕駛樂趣領域做主導。Ioniq 6N 系列唔再只係一場設計實驗，而係認真落場，打正旗號走性能線。喺一個淨係抖直線加速、規格對標嘅 EV 世界入面，現代肯落力搞空氣力學、操控回饋同內裝質感，講明一樣重視駕駛者想要嘅互動感。換句話講，佢哋真係想做一部開得好玩嘅電車。